好，來繼續來看屏東縣枋寮鄉貴金屬頭家命案有重大的突破，講真有可能是前員工竊盜無成功，怎啊甲頭家殺死？還在偵查中。到現場進行複驗的檢察官無想要加講，家屬嘛同款。爸爸有跟其他有一些糾紛嗎7月24日發生在屏東枋寮鄉太原村的重大的命案，56歲姓黃的死者被家屬發現伊死佇一個人佇大的2樓。因為當時門鎖無被破壞，厝內財物嘛無損失，監視器、閣拄好攏各種保全系統嘛無啟動。加上死者是國內唯一生產中烏酸銨的業者，這又閣是軍工航太半導體產品的關鍵原料，所以講風聲有境外勢力迷向殺人的陰謀論，是講依照周刊底報案情發展，敢若甲國安無關係。檢警尋日追查發現，講這個離婚真濟檔的姓黃的死者，甲一個有翁的婦人人關係真親密。敢若是被發現對方先死佇案發後，就離境為香港到中國動機不明。咱唔知正常哦，唔知是唔是佇店了一早就已經有割掉啊。厝邊對死者交朋友情形攏無啥了解，另外一方面，檢警為種種的事情判斷講，這個嫌犯甲死者熟悉，甚至是死者帶嫌犯入去的嫌犯，敢若是駛權利車，還是查拉車犯案，懷疑是預謀的犯案。最新的案情的進度是，嫌犯敢若是死者已經離一個老員工偷提無成，痛下殺手。聽說是前員工是嗎？目前偵辦中，都還在釐清嗎？還對。警方初步調查，這個前員工甲死者的關係真好，平時會協助整理厝內環境。案發迄一天，這個前員工入去厝內要偷摕物件，想不到死者倒轉來就發現，伊是用家大甲綁起來控制對方的行動，雙方就起冤家，伊用棍仔甲講。據說這個姓黃的死者頭殼受傷，失血過多來死亡，到底有甚款的冤情？檢警還會繼續調查。